因为这件事疫情的话呢，就应该是国家、企业主跟我们的这些劳工，大家三方面爱来共体时间。共体时间内呢，三个人拢真艰苦，但是有一种人是比较痛苦的，就是说，伊的家境无好，还是伊的单亲，伊说无收入，那么无收入的时阵要安怎来处理啊？这就是咱的政府的社会局都要紧落来斗处理这个工作嘛。嘛，袂当讲甲这个工作从等候企业主来承担，还是讲等候这个当事人来家己去承受，安尼唔对啊！政府我感觉上爱去处理的、上紧爱处理的工作，就是说要赶快去麻烦那些企业主去统计说，他的公司里面有没有员工是因为家庭经济问题或是单亲的问题，这会牵扯到没有收入嘛、无薪嘛。那么无薪的情形之下，政府的社会局爱出来帮忙啦。我感觉这个较重要啦，剩的唔免复杂化啦，简单就好了。那如果讲14天的防疫假若过了，嘛不你若搁有新的呢，要搁延长呢，安尼要安怎？这个上较远的啊。如果以单亲或是经济不好的家庭，咱公司企业主以及咱的政府爱想办法给补助。无伊请假都无够，搁白干，叫他们顾囡仔，对不对？防疫假有没有薪？要看这个雇主有没有薪情的薪啊。防疫假有没有薪，要看雇主有没有薪。但是雇主有没有薪，坦白讲要看经营环境，因为许多重点产业，包括餐饮业、包括交通业、包括旅宿业，这几业目前会碰到很严峻的状况，退房的退房，退订的退订。这部分坦白讲，政府是要帮忙他们的，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如果是这几类面临生存比较困境的产业，政府应该给有薪防疫假。那如果不是或者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口罩业现在最近订单接不完，你还给这个有薪防疫假，坦白讲，这个到底适不适当？我们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还有物流业，现在物流业因为口罩都用物流来配送，所以物流业也是这个目前为止订单满满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有些产业碰到疫情，有些产业是比较这个热络，有些产业是比较惨淡。那面临生存有困境的产业，我们是可以建议政府应该是稍微补助一下它的有薪防疫假。本来如果他面临困境，政府本来就要进行纾困的，那所以给他们一些补助，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疫情发展而变成这个业务接不完，那再给有薪防疫假，我觉得适不适当，大家可以去做公平，我个人没有意见。防疫假的这个性质比较偏向于那个照顾假，那照顾假的性质的话，也会比较倾向于类似有一点准事假的一个概念那在准事假的本身就是只有领1/2的薪水嘛，所以因为仿事假的状况底下，它是不给薪，这原理设计的原理原则是从这边来。所以说呢，如果防疫假它是比照照顾假的话，基本上是雇主要给薪，给假不给薪的这个原则啦。目前的状况是如此，是比照照顾假的部分，就我理解是如此啊。那雇主如果不给假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强制劳动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相信呢，劳雇双方要相互体谅啊，那有些劳工朋友他也会有其他的价别嘛，譬如讲他会请类似像特休啦、有薪的特休假等等，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假期的使用看实际的需求啦。那我是觉得呢，请假跟口罩的需求是类似的。如果说大家把这个目前的这个防疫的概念放得很重，这是好事。但是呢，如果把灾情想得很重，这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毕竟台湾目前还没有所谓的社区感染嘛。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过度恐慌的出现，才会造成口罩的需求直直上升没有办法满足，而造成这种口罩之乱的现象产生。那所以企业主他认为说，如果我要给薪水没关系，那政府要补助。基本上，如果政府去补助那个企业这知识极大了因为这个牵扯到认证的问题啦。那一般的话，雇主在企业的这种补助的部分，从来没有所谓的现金补助
很少啊，基本上减税的可能性会比较居多。但减税的这个以现在的样态的话，减税的可能性又不大，因为那个很可能是个别劳工的需求，而不是整个产业或整个企业的问题。